我哋睇到有三條線路一齊去成就摩根大通嘅。咁我哋逐條嚟睇啊。第一條線路就係而家2025年美國嘅暴動啦，甚至可能發展成為內戰，咁就會令到個當地嘅樓價出現崩盤咯。而銀行嘅商業地產嘅貸款組合嗰個價值咧，亦都可能大跌嘅。咁富國銀行啦，可能要大幅去減值呢啲資產啦，令到股東權益可能大跌。第二條線啦，咁投資人啦對美國政府嗰個信心啦會減弱，令到嗰個美債嘅價格亦都大幅波動嘅。咁大型銀行呢啲叫做國債嘅一級交易商啦，佢哋嘅流動性嘅資金亦都會受到佢個國債嘅大幅波動而去影響嘅。咁例如啲大銀行啦，就好似美國銀行啊、富國銀行啊呢啲咁樣，佢哋出現咗個賬面虧損嗰陣時啦，令到佢哋嘅利用資金嘅能力啦，亦都下降咗。咁美國政府其實就都好想有一級交易商係有更加有實力嘅。第三條線，咁2019年啦，摩根大通係第一間嘅銀行去推出虛擬貨幣嘅，咁叫做 JP Morgan Coin 啦。咁佢一路嘅發展啦，都係有同唔同嘅科技公司去合作啦，甚至喺中國嗰方面亦都有同支付寶啊，甚至工商銀行啦去合作去發展，去建立呢個全球嘅支付渠道。咁去到2025年啦，即係今年啦，美國政府就推出一個叫做 Genius 嘅法案，發展美元嘅穩定幣。綜合之前咁多嘅資訊啦，我哋有個預計嘅。咁逐點嚟講啦，喺2025年，美國嘅暴動啦或者內戰啦，會令到樓市出現崩盤，伴隨住咧就係金融風暴嘅出現，令到銀行咧亦都有呢個金融危機嘅。咁由摩根大通咧去併購呢啲有問題嘅銀行啦，譬如富國銀行咁樣。咁摩根大通咧可能會被美國政府啦去視為呢個國債市場最有實力嘅一級交易商。而摩根大通咧亦都既有呢個美國業務嘅網絡啦，亦都會同時去發展中國甚至全世界嘅一個支付網絡嘅。摩根大通啦，亦都會成為虛擬資產、虛擬貨幣嘅主要營運商嘅。喺完成咗國內併購之後啦，摩根大通可能會成為全球唯一一間被列為最高級別，即係第5級嘅銀行集團，亦真係而家全球最安全嘅一個銀行集團。